耶稣甲伊的门徒已经来到耶路撒冷，准备要庆祝犹太人的看过节。当因自直接看过节会社的时，耶稣对门徒讲起因即要面对艰苦的日子，伊甲因讲，伊要受出卖，也真紧就会离开因。了后，伊摕一饼，擘开分互因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搁旁杯则写讲，即个杯是新的约，用我为着恁流出的血来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